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台湾的味菜。无论倒一国啦，味菜拢同款啦，就是讲出这个答案的特色，互你去体会，互你去思考讲，我这个特色是要讲倒一项，啊，味菜拢爱讲会准哦，讲会对当哦，安尼才叫做有趣味的味菜。你像讲一丛树啊，两配叶，活来活去看袂到，要互咱要五官，啊，正常就是要要耳仔哩。有影活过来看袂到耳仔，活过去家己嘛看袂到耳仔。今日咱来要大自然的现象。头一条4项排做伙。讲大午野火出来照，二午楼顶擎狂叫，三午落楼扫袂离，四午泉水四界钓。国情啊，再要要啥？大自然的现象，个人有个人的特色表达出来。啊，甲大午、二午、三午、四午有啥牵连？无牵连，干那照地发挥，摆到点名。讲大午野火出来照，野火伫倒位照？伫半空中伫咧照。二午原来同款，夜梦出来行云顶，所以咱讲叫做楼顶擎狂叫。过来到三午讲落楼后，毋是伫咧半空中哦。三午落楼扫袂离，也毋举扫帚，毋免举扫帚，大自然的现象。四午泉水四界钓，啊毋举好事讲，毋免啦。来哦，国情啊！我叫阮孙叫阮囝来边仔看解文说字，人已经摇出来，你毋免阁转啦。好，咱来表明这个答案。大午野火出来照，伫咧半空中安怎样照？四个伫咧照，安尼就是四呐。啊有四呐，过来咧，有四呐生成后壁就是弹雷公，毋则讲二午楼顶擎狂叫，伫咧半空中雷公打落去擎狂叫。过来哦，三午落楼扫袂离，毋免举扫帚，就是风啦。过来四午换伊毋免举好事讲，泉水就会四界钓，就是雨。安尼话在四呐。雷公、风、甲雨，拄啊四种大自然趣味的现象。过来第二条，原来同款，自然生活中咱看会到哦。不过这条有较深，国情坦白讲，这我原来听人讲，我家己原来无这条药呢。题目讲伊的特色叫做青片片、白泡泡，无骹会走，无喙会吼，无头壳会车粪斗。国情小甲你提醒，甲你暗示一下，煞毋知影讲这吼。咱平常时啊无得看，就爱去到大海边安尼。好，国情啊，你讲这个海出来，你无看我讲甲歹势，因为答案都用要浮出来啊！你青片片，搁白泡泡，有当着啊青，有当着啊白，啊伊无骹会走哦，啊无喙搁会吼，搁会吼出声哦，搁来哦，无头壳哦，无半项哦，人伊会车粪斗会变哦，会走搁会车粪斗，搁会吼，搁有青。这个青是空色的青，是天顶照落来反射的青，青片片搁白泡泡。原来答案就是要甲咱讲海影，你甲想海影这个答案，确实真趣味啦吼。